继续来到高雄，这个风台的灾情，继续来看三明区有一座停车场边仔的铁皮厝顶，互强风吹甲掀起来，钢条甲铁架啊，拢飞到停车场，甲一寡国产车甲百万的进口车，甲真正力。3度日风台过境和南台湾灾情惨重。在高雄三民的一处停车场，这里停了非常多的豪华车款跟进口车款。不过昨天山图尔台风来势汹汹，很多地方都被砸毁了。高雄三民区有一座停车场，后壁铁锤的厝顶，唔若吹飞去，所有的铁架啊、角钢拢被吹到停车场。唔若百万的进口车，也是国产车，拢卡甲坏了了。铁架直接跌伫车顶，真侪台车的玻璃拢破了了。员工停伫现场的车，无一台是完全的。大家爱车拢停伫遮，也毋过损失惨重。这座停车场平时会当停60台车，提供临时停车也是月租。依照公告，才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100万，是讲冒写讲风台期间唔通停伫遮。为另外一个方向来看，这座铁厝其实是规排店面，上倒边是早餐店，损失真严重。厝顶吹落到涂骹，开店用的趁钱的家私，包括冰箱、柜啊、露台等等，嘛被吹歹去。早餐店的头家透早就来遮收买。蛮担心的，就是会怕有可能会砸到人之类的吧。然后还有我们的财产，可能是刚好这一次的风了怎样的，而且它这个可能也也比较久了啦。雄雄来天灾好，大家唔知要安怎较好。有人爱车好运躲过一劫，也毋过有真侪车无遐好运，是一个损失大过苹果。另外，生意人的生财工具拢歹去啊，无法度做生意，什么时阵会当复原嘛唔知影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